后来乡亲啊，这个高雄市长的补选，3位参选人亲走基站拜票。但期待今仔变头家，第一摆体验做百元的趣味。会使开店嘛？对啊。开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现在100分。互家己的标准是100分，做家己爱食真欢喜。伊嘛讲，最近有一份调查，高雄市长的补选，伊的支持度破5成，赢李美珍差不多4成左右。伊希望选民会当甲加拢变选票。最重要是8月15号要选一个新市长，能够立刻上工和立刻做事。代表国民党的李美珍透早5点就开始踅街拜票，走基站，党中央全力护选，行动中常会按算8月12到高雄举行。这段期间就是要听各界对选情有什么意见。在这场选举，我们国民党都是全力支援，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的主席，就是在中常会放在我们的高雄。民众党吴益政伊讲，伊是业立2个政党中央，但是伊袂烦恼，伊比2位对手更加了解市情。我们这补选2年，让我们把这18年的一个经验，在这2年里面去体现、去实践。高雄市长的补选，3位参选人拼政见、拼人气，希望得到选民的认同。